哎，你在哪里？哎，我的已经快被拿完了。我的是啊，太爽了，那个太爽了，可以两手空空回家。哎，你要不要明信片？我那边也有啊，超多明信片，有2个人，少了。猫咪的可以，尽量拿，谢谢。今天就来买一下而已吗？对啊，我已经全部被拿完了，太爽了，我可以下班了。